继续来看，这民众党主席郭文德政治现金风波，会计师段木正加木科公司负责人李文官黄玉丹了后是交保。郭文德早起表示，那黄玉丹这是真正常的。受访的时阵，伊也讲欢喜看到政府的效率变甲遐尼好，也强调每一条钱的支出拢有凭证。不过，立营也质疑讲，郭文德竞选总统期间，伫台南一场的造势活动费用爱475万，看起来是不合理的。另外，竞选办公室的餐费也爱96万，这部分因也认为有问题。也若讲到这个问题呢，民众党也受解说。这算是会计师的合理条件吗？专庭无讲话，检方10时暗时以被告身份约谈会计师段木正、木科公司负责人李文官。清早律令段木正200万交保，李文官150万交保，拢限制出境出海，并且挂电子监控设备。不过段木正密报无着，无在条交保，改100万交保。另外检调约谈段木正助理陈维选、木科公司贵价何爱定了后，认为涉当嫌已经对证人转做被告。其中陈维选信后无报请回，何爱定50万交保。郭文德表示，若准予约谈，安尼真正常，真欢喜政府的效率才好。主席会不会担心被约谈？约谈也很正常，也没有什么。如果中华民国政府效率都这么高，我们是很乐见，还是有信心的。因为我们这边这样，每一笔支出都有凭证嘛。也若指出争议唔拿一层，另外这期郭文德选总统期间，伫台南一场造势活动，就爱475万，并无合理。对此，实录甲年奥公司的负责人戴丽玲上广播节目的时，解说讲475万是规场活动的活动执行费，选举期间办什么活动拢贵。也表示争议事件爆发了后，郭文德捌敲电话了解过程，并且回实的，也承诺过会全面清查。也表示，若准民众党内底有任何斗争，请莫牵连到外部的人。900为什么灌给我？我也很想问啊，我不知道到底是谁，因为现在说是端木正，我都不知道是谁去做的这件事情。所以我昨天有跟检调说，你可不可以赶快查清，然后告诉我们是谁？另外，还有一条96万珍贵的餐费也互人压空。民众党强调讲，是无设计甲110块、甲960块两条钱，中间唔对变做一条。事实证明，就是一张960，一张110，然后呢，这2张在 key in 的时候被 key 成了960110。key in 的过程当中，就是出现了非常多的误报，也是让我们非常的傻眼。政治现金的争议也探索出政治责任。迄阵做郭文德竞选总干事的黄珊珊已经请示民众党中央委员，不过党内也有声音爱医师不分区的立委。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司法调查，然后我们中评会明天也会做相关的讨论。事实真相就是这样，我们就是会静待调查结果，也会尊重党内的处理。郭文德表示，混乱时莫阁添乱，爱先徛好在解决代志，处分的代志后壁再阁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